佛光山南台别院台南林间大学一礼拜7天，每天拢有安排各种对着新生幼的课程，让民众报名学习，为音乐、舞蹈、心灵、艺术、外文，或者是养生等等课程多元丰富，适合每一个年龄层。其中正受到民众欢迎的，就是木雕大师刘正文的家当立石榴课程。在去年开办第1期后，因为报名热烈，现在已经开到第3期。佛光山南台别院台南人间大学呢，第一次呢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哈，也知道呢刘老师呢其实呢对于这一门课程他非常的这个专一哈，从中呢我们呢也希望在此呢能够跟老师一样能够推广这样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文化哈，秉持着我们师父上人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这样的一个精神哈，所以来开办这样的一个课程哈。其实在开办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底哈，但是在课程开办的那一刹那的当下呢，其实名额就立刻就爆满了。这一期呢也是第3期哈，连续3期都是爆满哈。刘正文原本伫2天前就曾经受邀来到林间大学开课，但当时因为疫情较严重的缘故而暂缓，后来因为因缘已足，终于在去年顺利开课。2年前，人间福报在采访我的时候，就希望我来教咱这个台南府城的百年工艺的异木镶嵌的课啦吼。不过那个时间点的讲很多的事情比较多啊，工作也比较多啊，然后又卡到疫情。然后去年就是有一个因缘机会啊，就是来这边教一期的家当石榴。不过，因为这门课程较有难度，刘正文也建议需要有一寡美术基础的朋友才来报名。一般啦，准拢在做这个教学的方式，那种伊这个有一点，人讲的有一点进阶了，所以我拢要求，比如讲承办单位南台别院那些各个单位，我拢希望讲他们有一个美术底子，安尼再学的话才不会拖累到其他的学生，还是最重要的。不然你的学生都赶进度了，结果伊赶不起来的时阵，他就放弃了。我感觉这真重要。家当立石榴第3期的木雕课程，在3月7号已经顺利结业。刘正文表示，若是欢迎热烈，未来也是会持续伫这开课。南台别院台南林间大学也欢迎对着各项课程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拥有报名。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